喂，应该是 OK 哦。各位兄弟平安。咱来开始咱今日礼拜吼。最近疫情小可较紧张啦吼，所以我想无论伫网络还是来甲咱实体教会，拢是真值得学乐的。咱有机会，搁一届来敬拜上帝。即马政府的政策就足简单的吼，就是大家加减爱着啦吼。就是咱每一个机体吼。咱每一个人，其实咱负的社会责任，也是讲咱的身体情形无改三工，所以咱节约啦吼，因为咱每一个人情形无共，有的人像咱搬物件是较勇的，就行头前，若较咱都无法度搬，咱就行后壁斗好演所以无要紧无论来实体还是去甲网络做伙来敬拜上帝，拢是通值得学乐的。好，咱来开始咱今敬拜。未先大声，咱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7日头一日，你阁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阮的心，用阮的灵来敬拜你。主，无论外口的情形安怎，无论未来的挑战是安怎，主，阮知你的确甲阮伫地。万行事有你好的旨意。主，阮今日要开始阮的敬拜。求主你祝福伫阮这个聚会，嘛祝福伫全世界，凡是奉你的名来组织的。即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现在主里平安。咱即马开始来锻炼咱的诗歌。咱即马是5月份5月1号，所以咱今有的那个乐圣诗。但是咱先首先来请领诗献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咱即马请苏琴甲咱弹一解。咱直接来第1集，来请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你的心，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第2集，咱在天边所欢喜。就是信心谈道理，关心我的求主，尽力将好言跟你。好，来第3集，就这信心的轨迹，因爱福音到我因，因爱民族。流水，温流自在
好，来第四集来请。咱求星星来扶持，咱我心的那美丽，世间上天望农民，专心对主谋杀你。哦，咱即首吼，就是有较短吼，所以真好唱吼。咱搁来第四集，搁来一届好无？第四集，咱第四集歌词较无较实。来，咱请苏琴为咱的前奏，搁来一届第四集。来，第四集请。我求星星来扶持，我心的大美丽，谁敢受千般农民，专心对主谋杀你。好，来，咱继续来，咱来看176首《新的地，新的天》。这首是咱这回份的乐圣诗吼。那对咱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一首歌吼。来，咱来请苏琴甲咱弹一届，咱等下有时间来，咱来细集的歌词来读一届。咱先来听咱的诗琴弹一届。第四最后一次，好，那放连咱这首吼有总共唱4摆吼，所以中间拢有反复，所以那这首呢作词作曲拢是一个加拿大的 Harris Lowen 伊做的吼，所以很难得吼有那个北洋一下的旋律，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中国的曲调吼，好。啊，这首歌伊是要写给那个教会的 Assembly Songs 啊，就是聚会的歌这样子。好，来，咱即摆来读一届歌词，咱即摆为第一集，咱来读一届来，第一集来请。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天地，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人生，新路线。上帝献上运行，过来应主唱新歌，祈福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后来第二集来请新听叹，新灵敏，上帝的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活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献上。来，应主唱新歌，以互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好，来第三集，新思想，新智慧，上帝的灵运行，新律法，新契约，活命的灵运行，新的名，新上帝献上运行。好，来副歌，主唱新歌。希有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来，上尾一集第四集，请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生命，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男士，新女性，上帝献上运行。来，副歌继续来，主唱新歌，希互万有换新，互万有。新哦，你会发现，就是伊第一集佮第四集的歌词拢共款。哦，好，来，咱来试看卖哦，4集全部都唱哦，来，请来，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天地。
歌。主心挂意我满无我心，我满无我心。我来反复在第二章来，心听他是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新的量，新的希望，我命的怜悯，新的心，新真心，上帝的救恩来，继续来，主唱心挂意我满有我心，我满有我心。来第三集来，新思想，新的智慧，上帝的怜悯，新文化，新的健康，我命的怜悯，新命令，新心愿，上帝的来副歌，主手心挂意我满有我心，我满有我心。来，最后来第四集来，新的天，新的日子，上帝的怜悯，新的量，新的创造，我命的怜悯，新的心，新的心，上帝的救恩。好，来副歌来，主唱心挂意我满有我心。好，今麦就唱来上尾一集来第四次结束。对，好，咱今麦是新鲜时团练到这，咱准备时来敬拜上帝。
耶和华，愿意照你的话，和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我就有话通应迄个领着我的，因为我倚靠你的话，求你互真理的话无一真离开我的喙，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我要常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请咱念圣诗175首，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种子，新创造，活命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以互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请咱起立，念全首。请坐。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圣酒杯第7面，也是咱的银幕嘛有吼。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小路马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境内受苦，定是假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这日专能被上帝大平，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就背后面1055页，也就是诗篇第127篇到28篇。启应文第31，现在咱三甲来启应。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上主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囝儿，正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搁来念圣诗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依依我靠，所幸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伊捌受苦痛。愿一切法律由你来讨放。113首，请起立念全首。
请坐，即阵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你是活命的主，你已经告我赢过死亡的关系。感谢你，互阮甲你的德性有份，互阮成做新的人。今仔日，阮用敬虔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恳求你赦免阮过去一切无合你旨意所做一切行为，因为你告我，互阮得到称做义，也成做新创造的人。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掌管天地万物、全能至权的真神，愿人拢称你的名做圣。即个阮台湾确诊的人数，每一日快速的增加，就是人生活伫恐慌不安的中间。也做一人因为疫情造成生活、工作的困难，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帮衬。亲爱的主，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求你施展大权能的双手，来医治这个土地的百姓，互阮无搁受到武汉肺炎的威胁。互病毒会通紧紧来除去，免除阮人忧闷、恐慌，因为伫你内面有平安，因为你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当阮人每一届行伫死命山谷的时，当阮仰望我靠你的时，你要使阮出伫人意料的平安甲祝福，求你祝福伫第一线医疗人员，互因的心灵拢得到平安。特别，阮也为着阮的国家的领袖、蔡总统以及做决策的政府官员来祈祷，恳求你赐福因有聪明的智慧。有远见，有信心，伫关键的时刻做正确的决定，互阮同心协力，互这台湾得到保护。让阮世间人知影，你是全能的上帝，万物拢是你创造。伫你面前，无有难成的事，所以阮就爱降服伫你的脚下，谦卑归向你。慈悲的上帝，阮即时也要为着乌克兰来祈祷。60几天来，阮看见乌克兰的局势处于战乱甲不安定，随着无辜的百姓的死伤。求你拯救因脱离一切苦难甲痛痛，保护因的性命甲安全，用你带领的手，互战争紧紧煞。阮这个时阵，为着阮教会，做者病痛兄弟，有人住院，有人开刀，也是有人伫出院。愿你的圣手无离开因，用你奇妙的手。来医治因身体软弱欠安的兄弟，也求你时时甲因三甲之地，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当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赐福，安尼祈祷感谢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第5章11节到14节。新约圣经启示录最后一本吼，第287面，第5章11节，来看我14节，显着我来读。我搁看，就听见座位甲画面甲长老的周围侪侪天使的声，因的夜笑千千万万，大声讲：受台羊羔合宜得着权能、富有、智慧、快乐、尊贵、荣光、宝乐。13节，我听见伫天顶、伫地顶，甲地的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凡那所有的，拢讲：宝乐、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乎坐伫座位的，甲羊羔，到代代无尽。四个画面讲：阿门。遐长老就拍地拜。以上，这是来请圣乐队献诗唱宝乐的歌。
今天讲道，阿门。请郭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感谢你。这礼拜台湾的疫情，阮看到确诊的人数渐渐增加，超过阮的想象。我嘛感谢上帝，你犹原保守着阮众人，互阮伫阮的工作、阮的生活、阮的学习顶面，犹原甲阮同在。阮恳求上帝，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早早平息落来，互世界无阁受到病毒的影响。愿主你亲身看顾，我嘛愿上帝你的话语成做阮众人的帮衬，互阮甲你相拄，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愿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病毒的影响，互咱会惊吓。总是咱有上帝同在，咱倚靠伊。所以当咱一群人聚集的时阵，咱咧聚会也好，也是咱咧团契也好，也是咱伫某一个场合的内面，咱做伙，咱拢会做一项代志，就是咱聚会进前，咱会有人会带咱祈祷。咱聚会了后，结束的时，嘛有一个人会带咱做伙祈祷。我想大家拢有这种经验，只不过我要问的是，咱敢知影咧带咱做祈祷的人，当伊咧讲的这祈祷的内容的时，你敢有专心咧听吗？也是你敢若甲目睭闭起来，你心内咧想其他的代志，一直听到迄个关键句、真关键的那句话，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阵，你向向再醒起来讲阿门。我毋知，你敢知影会记得拄则咱的师会带咱的祈祷的内容是啥物？以及咱为什么爱做祈祷呢？也是从咱的生活内面，咱就看到，你有听过别个讲员咧讲道，也是别个所在咧讲道的时阵，有讲员伫台顶讲一段话了后，就问下骹听的人讲：恁有阿门有阿门无？然后台骹的人就回答阿门。到底咱将阿门看作是啥物呢？咱将阿门是看作是一个结束的一个话词，也是咱真无意识咧回答顶面人所讲的，也是咱敢若是附和咧讲一句话尔呢？那呢，咱常常咧讲的阿门，对今仔日早起咱礼拜前的祈祷，一直到这个时刻，咱讲几届阿门啊？总是阿门要表达的是啥物呢？咱要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咱才会当讲阿门？使徒约翰，伊咧写启示录的时阵，迄个时期当时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救主的时，因受到迫害，所以保罗就用启示的方式写这个写这封批信，就是要用意象，要用象征的这个元素，要表达出一个信息，互当时的人会当明白了解。总是这种启示的文学，对当时的人来讲，因会当明白，因为因拢伫迄个处境的中间。也毋过，当咱这也未相信的人，也是现在咱的人，咱来讲有较无法度去明白了解，约翰所要表达的是甚物款的意思。所以咱若看启示录，约翰一开始写批互7间的教会，敢若咧勉励伊，嘛敢若咧劝勉因。嘛，敢若咧讲因咧做倒一个所在做了无好，倒一个所在做了好，总是后壁伊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对天顶传来有声音，
伫天顶有一个宝座，伫即个宝座的四围砖塔斗光四四，边仔有24位长老坐伫宝座的四周围，有7个点灯的火伫宝座的头前。所以，咧形容伫宝座的头前有一片亲像玻璃的海，伫包围着迄个所在。我想，这是约翰伊所看到，然后描写落来有关伫天顶的情景。这个情景，互咱有真侪想象，因为咱确实无人看见，咱只有用咱会当想会到的。过去历史顶面真侪画家甲画落来，而且真特别的讲，伫宝座边仔有4个画面，因无分什么款的时间，伫日时、伫暗暝，拢咧唱，拢咧敬拜。因咧唱，因咧敬拜，互人来到宝座的面前，嘛甲因做伙咧吟唱遮敬拜的歌词。所以这4个画面，坐伫宝座进前，咧对上帝唱着荣耀、尊贵、感谢的歌，长老就拍拜伫敬拜咧这位永活的真神。约翰伫启示录顶面所讲的4个画面，是咧应用着以西结书内面的4画面，伊咧比喻中要互人看见基督的救赎。所以这4个画面有无共款的迄个长相伫的，这就是要对应着4本福音书。伊讲的第一个有迄个后壁有实的即个人。咧向顶伫即个马可福音，马可，因为马可咧强调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囝，是有人的本性伫的。第二个伊讲，迄个狮亲像马可共款，因为咧强调基督的权能，以及一大的即个大权能的即个工作，亲像狮，敢若是万兽的王共款。伊讲耶稣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而且伫约翰伫启示录第5章第50内面，伊形容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第3个画面是讲迄个长相亲像牛共款，上顶就是一个路加，因为伫旧约中的牛也是牛仔囝，是要献祭的一个祭物，因是一个牺牲的表示。祭司的职务就是献祭，献祭就要有祭物来牺牲。咧强调基督是因为救赎世人，宁愿甘愿成做完全的牺牲。第4个是一只鹰鸟，伊讲鹰鸟展翅飞上天，伊会当比任何的动物飞搁较悬。约翰比如飞伊个鹰鸟。是咧讲，伊所写即个福音书是要互众人看，要互所有人就会当一下就看到。嘛有一个隐喻咧表示基督迄个神的迄个本性伫个，将即个神的本性、即个奥秘，以及遮无法度理解，甲表达出来。我咧想，这就是启示录作者约翰伊要表达出的意思，透过即个比喻的方式，要将耶稣基督神、人、牺牲、奥秘这个信息，要甲当时的人讲。总是因为迄当时，军队基督的人受到迫害，所以无法度明讲，只有用即款的方式，互人来了解讲，恁拢应该爱来相信基督。4个画面，24位长老，就咧吟唱讲：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早前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那亲像咱的圣诗内面的第1首甲第2首的圣哉，圣哉共款。所以当咱若咧唱着圣诗第1首、第2首的时阵，咱就是伫当时甲遐正圣徒共款。伫
伫宝座前咧敬拜上帝。因日时也唱，暝时也唱，无停止，一直咧唱。我就咧想象一项代志，真正真歹去想到讲，因安尼无停止的，一直不断咧颂赞上帝即个歌声，无间断咧学了上帝。我心内咧想一项代志，到底是甚物人有遮尔大的气力？会当安尼24点钟无停止咧唱歌咧？若是我像拄则甲圣歌队做伙唱，也是咱头前小唱圣诗了，我的喙就干，我就爱啉水。所以我咧想，敢有人会当24点钟不断咧唱歌咧？我伫2012年的时阵，有一个机会去到美国的 Kansas。即个堪萨斯州去参加一个戏剧布道的演习。伫迄天几落天的行程中间，伫第一天参观的时，迄个戏剧布道伊拢总分10个情景，10个情景。甲上尾一个情景的时阵，就是布置亲像天堂共款的情景。规个天幕内底呢，拢是白色的。侪人伫遐咧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伫遐做伙咧唱歌，那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启示录中间共款，大家同心敬拜的情景。当然，即个戏剧是要为着遐也未相信的人，要来甲因传讲这永活上帝的即项代志，要互遮个人会当得到盼望。阮伫遐参观到第3天的时。在地同工甲阮讲一项代志，伊讲离教会差不多1点真久的即个开车的时间，就是隔壁州，真趣味哦。伫堪萨斯州的内面无堪萨斯市 city 无，伊伫密苏里州。伫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呢，有一个国际性的24点钟的敬拜中心。这个敬拜中心24点钟拢咧敬拜，所以阮就伫暗时，这个戏剧的报道结束了后呢，阮就去迄个中心去参观、去拜访。我会记迄当时是暗时差不多10点钟，伫迄个中心的同工就开始甲阮说明，伊讲为1999年开始，因就开始即个无间断的即个敬拜。我想，要安怎无间断呢？无停止呢？因为因分做24个敬拜团，每一个敬拜团拢爱伫1点钟内面带会众敬拜。伫暗暝，阮去的迄天暗时是周间，规个会场无其他的会友，总是因游玩伫遐不断的敬拜。因真自由，伫每一个敬拜团咧交换的时，会场内面游玩放着即个敬拜的诗歌。来到敬拜中心，嘛无甲你限制，每一个人拢会当真自由的出入、唱歌、敬拜、祈祷。我真好想象，即款的敬拜要安怎维持？所以。当我前顶礼拜咧准备讲道的时，我去因的网络顶面、网站顶面去看，去了解。过去这2年多来，因游玩无停止因的敬拜，无因为病毒，无因为疫情，因就停止因的敬拜。今仔日，咱大家若有兴趣，你咪当去到网络顶面，随时录音入去，登录进去，你就会得看到。因伫遐咧敬拜，因发展成做国际性、全球性的一个敬拜，要甲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这是真正伫咱的中间，伫咱所处的这个世界内面，有人24点钟不停咧敬拜。
即个敬拜嘛，互我看到伫启示录，咱今仔日所读的内面，千千万万的天使的声。即个千千万万天使因所发出的声，亲像一个大诗班。咱抑阁会伫咱台湾，啥物时阵有即种大诗班出现呢？我想可能几多年前某一个聚会活动内面，即种大诗班都有。总是伫圣经内面所描写即个大诗班，是无法度通算的，千千万万的天使所发出的声。即个天使围绕伫宝座，围绕伫四外面，围绕伫长老的周围。即个上赞的声是无停止的，互所有听到的人，拢会真自然跟对因做伙出声来吟唱。所以，看到作者约翰照着伫天顶的即种上赞。上赞即位要互人抬的羊羔，羊羔代表着一个真纯洁无瑕疵，是要献互上帝的祭物。这个羊羔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直十字架顶为咱众人所牺牲，为咱众人所流出的这个宝血。所以，咱会当看到羊羔。是行出上帝恩典伫咱人的中间，羊羔是配得，伊是有上帝的属天的权柄伫咧。羊羔有丰盛的恩典，伊有属天的智慧。羊羔有对上帝遐来的愧难，伊有君王的尊贵，伊有荣耀。所以。这位羊羔就是咱知主耶稣基督，伊配得接受天顶地下万美的上赞甲娱乐伫咧。所以约翰的描写，这个上赞声毋是干那只千千万万的天使尔，这个声是天顶地下甲地面上海底遮所有一切生物、宇宙中的万物，因所发出的声。拢是咧唱歌甲娱乐，所以捌有人安尼讲地动会发出声音，迄嘛是咧娱乐上帝。总是咱甲地动看做是一个真恐怖的经验。不过，伫即个中间，咱会当详细来听，也是来看约翰伊所写的即个内容是。当遮所有一切齐声发出娱乐咧上赞基督的时，万美的这个声是咧回应天使的上赞。所以，当万美咧回应的时阵，是讲到愿上赞尊贵荣耀权柄，拢归伫宝座顶的迄位甲羊羔，一直到万世代无尽。这是。被造的一个回应，是咧描写着一个真圣洁的互动的时刻，是咱人所有无法度去想象会当用咱理性去理解的层面的，因为咱是被造的，所以当咱被造的人，咱来对咱的心内发出迄个娱乐的声，这个娱乐的声。就是启示录作者咧回应耶稣所讲的，恁着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伊。各位兄弟姊妹，那对其他的角度来看，敢若咱会将即个敬拜会分做敢若两种，会区分做一个是传统的礼仪，一种是乐团的敬拜。伫这中间，有人会较介意讲传统的礼仪，因为对开始到结束有一种真特别的感受。伫这中间会当听候、安静、领受，一直到行出上帝话。这个中间嘛有无共传统形式的礼拜，透过乐团的敬拜，伫诗歌中领受上帝的带领。人的心嘛，上帝所拍动，
所以我咧想，传统的礼仪，也是现代敬乐团的敬拜，伊只不过是一个上赞上帝的方式。真重要的是，咱上赞的对象是坐伫宝座顶的上帝，以及迄个圣洁的羊羔耶稣基督。所以敬拜上赞的内容就真重要啊！内容是啥物？怎样才算上赞的内容呢？到底伫咱上赞的中间，咱爱注意，咱爱看的是啥物呢？所以我就咧想，咱用咱的主日礼拜敬拜来讲，其实咱要来到教会，要来礼拜，咱有一个谦卑、安静的心。若是我前一天拜六，我就开始备办教会，也是咱礼拜早起，咱才起床讲好，我今日要来教会。我想我是伫拜六的暗时，我就为着明仔载我要伫教会，无论我有服侍也无，我是要来教会敬拜上帝，带着一个备办心，互家己的注目看伫上帝。互家己的心伫主耶稣的身躯顶，互信心来引带。有人讲，若是我明仔载主日我无法度去到教会，要安怎咧？我咧想，伫拜六的暗时备办家己是真重要的，嘛是必须要的。伫主日的早时，你向上帝祈求，带领你伫教会内面。伫敬拜的中间，甲伊相拄。伫早主日的早时，你讲叫上帝，互你明白，今仔日你要伫教会内面，甲伊相拄，要得到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同时嘛，拍开你的心，你的灵，互上帝，互主耶稣伫你的心内来做工。当咱来到教会。无论你来的时间是早也是晚，当咱进入到礼拜堂，无论礼拜是毋是已经开始，咱安静听候，求主的光照着咱的身躯顶，互咱伫规场的礼拜内面享受、专注、领受上帝对你讲的话，互咱会当记牢上帝的话，一直到礼拜结束。所以，拿安尼来看，咱上赞的对象是上帝，发出上赞的是咱每一个人。尊主最大的心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荣耀上帝的名是咱每一个人应当爱做的。所有的权柄是上帝的，所以当咱伫礼拜中间，咱伫敬拜的中间，主角是上帝。是主耶稣，是信神。主角毋是牧师，毋是师会，毋是司琴，毋是圣歌队。主角是上帝。所以，当咱用心来参与礼拜的时刻，伫上赞的时刻，也是伫每一段的祈祷，甲每一个段落的中间，迄个时刻，咱自然会对咱的心内发出。当心的恶乐，因为礼拜是上赞，礼拜是咱每一个人甲上帝沟通，礼拜的焦点是伫上帝的身躯顶。所以，咱对教会历史内面来看的时阵，礼拜的形式会照着环境、语言、世代无共款，就会去做调整。但是，这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是，咱每一个人敬拜上帝的心，因为心若对啊，咱的灵就活泼起来啊；心若对啊，咱的灵就活泼起来啊。所以，伫礼拜每一个定数的内面，无论是伫诗歌、诗会带咱做伙祈祷、圣歌队的学老。咱所教读的启应文，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牧师的讲道、祈祷、
奉献、报告、祝祷等等这所有一切定数内面，当咱的心对了，咱的灵就活起来。那呢，我相信你会对你的心内发出迄个认同的回应的声，你会伫即个内面齐声讲阿门。你会伫即个内面，你会真自然的对你的心内发出迄个回应的声音，阿门。当宇宙万美，当心咧吟唱上赞的歌时，四个画面就应答讲阿门，长老就拍拜敬拜。愿咱对咱的心内发出阿门的声，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伫你的面前，愿感谢你。愿阮的心向你来拍开，愿阮的灵会当活泼起来。愿阮每一个人领受了后，会当伫阮的生活中显明出上帝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当阮伫礼拜中间，阮所领受的，不再是对着群体，不再是对着人。也是讲迄个起我出现的时阵，咱才讲阿门。是伫每一个听书内面，阮甲你相拄；是伫每一个时刻，阮对阮的心来讲阿门。愿主帮助阮，互阮伫阮每一个时刻，拢因为主耶稣救赎的恩典疼痛，互阮对心来发出迄个懊恼的声音。愿主赐福，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98首，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甲是。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498首，请咱吟全首，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是我来报告。报告大圣，请咱来念即礼拜的金句。圣诗的酒杯第2页，咱念2遍，请。寿台杨果合宜得着关联，不污智慧快乐尊贵永光阿乐。启示录5章12节。寿台杨果合宜得着关联，不污智慧快乐尊贵永光阿乐。启示录5章第12节。下晝聖工分擔，領唱敬拜團，司禮張文馨執事司琴楊如意姐妹，獻詩少年團契，司獻徐嘉芬甲林中和2位執事，招待林中和執事甲陳天倫兄弟、張建元兄弟，音控李耀博兄弟甲張建元兄弟。5月份的第5長老是着16長老，第9執事是羅文如姊妹，拜3祈禱會，主理柯牧師司會，施信儀執事。下禮拜是母親節的禮拜，主理是柯牧師，台北消息，聖經。甲聖詩甲啟文，請咱家己來看。第6頁，教會消息報告，頭一項，抑個禮拜報名，咱抑個禮拜是5月29，即咱已經報真久啊吼，報名到今仔日截止。若要報名，請佇1樓來報名填寫，甚至交報名費吼。無同長老甲教文執事。第2是洗禮前信仰的課程，咱原定是5月22，改5月21拜六下晡時1點到4點吼，上課時間。另外閣有伫7月24、9月74、11月27，每一屆攏是主日禮拜了後1點到4點。歡迎準備要領洗禮跟信禮也是無大有，兄姐來參加。報名表請是甲幹事來摕，甲牧師吼。咱教會要徵求1位行政幹事，吼。若感覺有適合的吼，請會通來報名吼，甲牧師交離理交牧師。咱目沙路迄邊的牧師館呢，已經社會通過。使用吼若要使用，這是團體啦吼，團契方面，團體若要使用，才甲牧師來申請吼。下禮拜是母親節這個連續禮拜吼，所以無華語禮拜。咱5月份開始，咱拜1是教會休困日啦吼，休息日。若有急事吼，若有要緊的代志，請甲第5長老還是牧師聯絡吼來。需要幫忙吼，需要協助吼，再來聯絡。第7點，等下小請牧師來迄個啦吼。再過來就是第8點，台灣社交距離，台灣社交距離 APP。咱即擺中央疫情中心是講，咱即免實名制吼，但是呢，APP 實在是嘛是有需要啦，真我嘛真方便吼，要下載真方便，所以咱等下。禮拜牧師祝到了，禮拜刷先咱若袂曉下載先，咱青年吼，也是會曉人咱甲你下載。下載了後，你去逐所在先，你甲翕的先，共阮安尼翕，但是足簡單的翕就隨有啊。對你有保護啦，你知影講你附近你捌去的所在有人釣無？吼，安尼你就知影，免像咱即擺呢一窩蜂哦，即擺排甲安尼，哇排安尼長，你逐家去迄洗浴房安尼排安尼長。你都無釣做人排1啥吼，免遐緊嘛吼。所以你若有誒時，你才來感覺遮迄個是可能較好啦，莫對人安尼落。所以你 APP 你會翕一下吼，足簡單誒
左上角记落安尼用者也就有啊。你嘛知影讲，我当时去倒位，我伊甲你甲通知讲，你附近有人确诊你家己就去注意就好。所以咱若是有感觉无爽快，咱就莫来参加礼拜团契，咱踮厝做迄个线上的就好啊，咱呢保护家己也保护大家啦这是小等，这先甲咱报告一下。过来就是成人主日学，现在主日学先是5月15嘛下要共款搁上课好，安尼咱交牧师。好，咱要大先为着5月份生日的遮个兄弟，咱在场有5月份生日的兄弟无？咱看一下迄酒报内面有名单来，咱在座金宝兄是毋是5月30嘛我拄仔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人无？好，咱做伙为因唱生日快乐为因唱生日快乐2遍咱拢唱台语就好来，请。当心为着5月份生日的兄弟，咱为因来祝福的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生日，互阮伫在世时，阮透过生日来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即个世界领受你的福分，领受你的恩典。愿主你看过5月份生日的这个兄弟，保守因，看顾因。祝福伫因的身躯顶，嘛看顾因规个家庭家族，拢有满满的恩典同在。愿为因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过来要为着咱每一礼拜咱的2个家庭来代祷头一个家庭是苏淑珍姊妹因全家因全家要代祷的是感谢上帝保守因拢有平安互因恩典满满。第二要为着因的后生甲遮个孙来祈祷宜安、舒婷、达达、德德达达、德德是小名啦因真正名毋是叫达达啦小名洪达甲洪德好，为因工作顺利，为着即个罗林的异位性皮肤炎来祈祷全家会当搁较亲近主，这是第一个淑珍因全家的即个代祷。第二要为着玉娟姐妹啦玉娟姐妹因全家所有人的健康，甲婷文婷兰的工作会当顺利嘛。为着玉娟姐妹伊长期咧迄个西药剂愿主祝福伊，看顾伊身体的健康咱只是当心为着这2个家庭来代祷。主上帝，阮为着阮肢体中间的2个家庭来代祷。这礼拜我们时刻为因来代求，以及感谢。愿主看顾淑珍因全家有上帝保守，出入有平安，互因领受满满的恩典的同在。嘛看顾因的囝儿孙，互因无论伫倒落，拢有上帝你带因，互因会当真顺利。互因的工作、生活，拢有上帝亲身同在，互因每一个人搁较亲近主。嘛为着罗琳伊的异位性皮肤炎，恳求上帝你亲身来医治伊。为着玉娟姊妹因全家来祈祷，看顾因所有厝内底的人拢有健康。为着婷文婷兰因的工作会当真顺利进行，互因有你的保护的同在。阮将这2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好，以上。好，咱来念所念的诗390首。无论天父万福本源，
因此说，请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然后需要台湾社交距离 APP 的哈，要需要下载，请举手哈，留落来，有人甲你斗3工哈。手机会使哈，手机。把那个 APP 的那个画面把它放出来。